咁我哋又聯絡到金融海嘯系列作者楊偉龍嘅，楊偉龍。Hello， 楊偉龍你好。係啊，你好。嗱，上個星期你同我哋講過延長個 OT 啦，即係呢個扭曲操作啦，壓低長息咧就幫唔到樓市嘅。咁而家維持超低息係咪都即係幫助唔係咁大咧？你覺得？我諗而家呢個時候，我哋都總結下美國樓市啦嚇。咁美國樓市崩潰咧，係2007年次按風暴時候發生嘅事嚟嘅。當時嘅美國政府同埋聯儲局咧，首要工作就係穩定樓價，同埋放鬆當時已經緊縮咗嘅信貸市場嘅。伯南克咧係主張大灑金錢去拯救美國樓市，而奧巴馬咧亦都係主張大灑金錢㗎，佢真係做得到㗎嚇。每年咧13000億嘅赤字，谷咗幾年啦，但係美國經濟都仲係咁樣啊！個經濟復甦咧講咗幾年都係得個講字。美國嘅樓價咧，2007年高峰期嘅時候咧係25萬㗎，而家咧得18萬。即係話咧，仲同高峰時期咧差唔多1/3，就係因為呢個樓價上唔翻去咧，所以而家美國仲有1100萬負資產業主嘅，有對咁樣嘅負資產大軍咧，我諗啊隨時美國樓市可以再爆多一次㗎嚇。美國咧，佢哋咁樣去量化寬鬆咧，就冇谷起咗個樓價，但係就谷起咗糧食同埋汽油嘅價格，令到美國人嘅消費力同埋佢哋供樓能力咧大打折扣，消費市場萎縮，失業率上升，樓價跟唔到上去。美國而家嘅樓按咧，其實就係低過通脹嘅，個利息係低過通脹嘅。銀行做呢啲咁嘅樓按咧，就係蝕本生意，你蝕本生意冇人願意做㗎，係咪啊？所以美國嘅銀行咧嚴格審批樓按，同埋咧仲調低咗物業嘅估值。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咧，所以而家美國嘅樓市咧，其實就係好難會升值嘅。而且咧，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美國嘅銀行咧係嚴格遵守 FHA 啊聯邦住屋行政局嘅規定，因為呢個聯邦住屋行政局咧，佢哋就係負責呢個樓按保險㗎。而佢哋咧其中一項規定咧就係 DTI 喺31%以下，即係話咧每個月嘅供款唔可以多過家庭總收入嘅30%。美國而家有啲金融機構咧，甚至乎將個 DTI 咧降到得翻26%嘅啫，即係話咧，如果你嘅家庭收入咧，即係有幾多啦嚇，咁啊攞咗1/4攞嚟供樓咧，佢就唔批俾你㗎啦。如果佢哋咁樣依照呢個做法嘅話咧，樓價想升真係好難嘅，因為咧要工資升，樓價先至可以升啊，工資唔會大幅度突然間飆升上去㗎嘛。而家呢啲咁樣嘅低過通脹嘅樓按，就算銀行真係做咗，真係攞到 FHA 嘅保險都好啦。只不過係能夠確保佢哋攞到低過通脹嘅回報，呢啲咁嘅生意做又死，唔做又死，所以咧目的降低嗰啲銀行嘅評級咧係合理㗎。而且咧，美國而家嘅樓市咧好怪㗎，好似咧NAR 啊嗰個美國地產代理協會嗰個樓價中位數啦，而家今年係18萬，上年係17萬，哇升咗8%，大家睇到好開心啦，係咪啊？美國樓市真係復甦，唔係喎，你睇 LPS 啊。貸款處理服務，佢哋嗰個數據咧就發覺，其實去年嘅樓價咧係跌咗0.1%嘅，因為 LPS 嘅數據咧係撇除咗銀主盤嘅，而咧 NAR 嗰個數據咧，因為5月份銀主盤少咗好多，所以咧就變相好似推高咗咁樣。而咧美國咧另外有個指數咧就係 NAHB 嘅，就係呢個建屋者協會嘅。佢有2個指數㗎，就係信心同埋銷售指數。你哋唔好搞錯啊！呢2個指數唔係俾我哋睇㗎，係俾嗰啲起屋嘅人睇嘅啫。佢哋呢2個指數都去到2007年5月以嚟嘅高位，大家梗係好開心啦。但係我同你哋講啊，呢2個指數嘅健康水平喺50以上㗎，而家只係得30啫，即係話非常之惡劣嘅。同埋咧，美國而家仲有個問題咧，就係我哋有好多城市咧係純住宅區嚟嘅，佢哋冇工作機會㗎。過去嗰2-3年咧，汽油價格升得咁緊要。啲人都搬走晒，所以呢啲地區咧就係非常之差嘅個樓市。而家好似我哋有一個城市叫 Stockton 都就快破產㗎啦，已經係可能係美國市場最大嘅城市破產嘅。所以咧，你淨係睇個樓價中位數咧，你會覺得好似冇咩平穩發展啊。其實一邊係跌得好緊要，一邊係升得好緊要。所以而家呢個美國呢個樓市咧，我哋有好多隱憂啊。再加上咧，而家歐債危機啦、美國國債上限啦，咁啊加入咗啲咁複雜嘅元素落去啦，美國樓市真係好難估計嘅。
嗱，楊偉龍，你兩期都講樓市啊？點解而家就你今期就解釋咗點解美國人做無產階級多過做有產階級啦？即係工作又驚揾唔到啦，實體經濟唔好咧，好多限制啊，各方面啦，知道咧邊個樓市咧係好翻啲，但唔係咁好，而家就清楚明白啦。同埋即係解讀數據嗰陣時，一定要小心一啲啊，睇多幾個去到一齊分析下。好啊，唔該晒楊偉龍咧，又同我哋分析咗美國嗰邊嘅樓市情況啦。咁啊，仲有大約40分鐘咧，港股就會同內地股市同步開市噶啦。今日焦點咧擺喺內地放咗3日假期之後，今日復市嘅。陣間翻嚟神州內網，馬上